亲。天贵红颜起圣君，自请皇子也离婚，发兵明情言也顺。低调偏贵，我为的自也尊。你这老糊涂啊！你不忠不仁，又不义，水道啉着又不知，宝钏啊的话是正理。你若是不听，听我的，爹，你管个叫将大官迄个相府的金银对如山，为何爹爹你也不管迄个大哥来临有多难？父王连歌，两当归。君已所期，不有意，望求相从多不必。两体早如啊，为好事。启禀殿下，成国公苏良觐见。还你进宫。是。请叩议殿下千岁，平身，下殿。大家母，看你这样匆忙进宫，两边有什么急事？是。退下。遵旨。你讲这话确实，上亲耳听到，绝对袂唔对。殿下，家母是完全听到伊为好煽动，恐怕你日后定期会报复真相，所以才生谋害你之心。以上之见，只要殿下即时徛着肮脏的马，倒转去西凉办土救兵。西凉办土救兵，无错，因为边权完全掌握在为好的手中，只要如此，才会当免去这场的兵灾啊！也不过怪父王现在被当，我哪会这个生存离开呢？殿下，叫我报不了为好的承诺，个个顶开官岗，就也断枪来去，这分明
准有不轨之心。殿下，你现在要倒对西人班兵，只怕也无法度通出宫咯。外祖，以你手下身法，有法度背守宫门，有几工的地动呢？这工大上无问题。好，7工已经有够。我这去有书一封，要到今年到送神甲西凉大姐公主，这去办土救兵。大姐夫，我就要麻烦你做一撮。臣不敢当，为国之间，万死不行。殿下，你尽管吩咐就是。你设法出宫，快马加鞭，告强文官，将伊维护兵变的情形，甲伊莫像郭老将军讲，叫唔通为难一位大战公主，兵马战官。遵旨。公主，公主，这几日来，看你好亲像心情真忧郁啊。心哪讲遐忧郁？昨天只是踮咧遮，伫咧想花啊。公主。伫咧外人的面头前，你会用咧挺劲，也毋过咱是同兄妹，如果自细汉斗阵到大汉，公主你有心事，敢讲我看袂出，你还阁要瞒我？龙主一日去，遐尔久也无来信，可见伊是安然无代志。我哪有啥物通挂心的？呀，
个当呀，我的代志你也免担心。人是会改变的。譬如讲，当年父王命我出兵的时阵，早甲嘛捌为着细燕来甲东野里吵嘴。话说讲，若是即马，倒霉。若做是即马是安怎呢？话说讲，若是即马，我一定将元帅来让你做，争名夺功占权力。早甲早就有迄个心情了。哦，敢真实的？是。原来安尼是改变真济哦。当兄，你咧讲改变真济是啥物意思？敢讲早甲讲的话，你袂相信？相信，相信，我要哪会唔相信呢？龙主有紧急的代志，命我伫咧7天以内，一定爱统领大兵赶去中安救驾。我即马就来去点兵。阿姐，公主，要是要由你挂帅，也是由我挂帅呢？当然嘛是我。公主，这叫做江山易改，本性难移。你放心，这个国事交我处理就好。感谢你。爹亲，贵好的兵马围伫江外已经有7天啊，但是贵老将军亲身领兵去抵挡，早就犯下滔天大罪，求阿爹你赶紧叫贵好收兵好。我无要答应你。阿爹，这是其中袂做的代志，阿爹你着爱先甲一领马早日回朝。你加点去，你两个拢加点去。金川宝川，白遐。是。相爷，你是安怎哪会遐尼听信伊为好的话？我信任你了。爹亲。天贵红颜起圣君，自称皇子亚丽温，发兵明情严也顺，低调偏贵，我为的自亚尊。你这老糊涂啊！你不忠不仁，又不
又不知，宝钏啊的话是正理。你若是唔听，叫我定。爹，你管我行将代看迄个相府的金银对如山。为何爹爹你也不管迄个大河来临有多难？相爷，宝钏啊所讲的话，全是金言玉语啊！你也甲我点去，哼！什么叫金言玉语？我的代志，你也较莫甲我插的。有朝一日，代志若成功了后，老夫做了皇帝，你就知影讲什么人对，什么人唔对。